为什么很多人进入交易市场后就像陷入迷宫，难以抽身？主要有3个关键原因。首先，交易制造了快速致富的假象，相比朝9晚5的职场生活，动动手指就能完成的交易操作显得格外诱人。这种对比让很多人产生认知偏差，让人误以为这是致富的捷径。其次，交易市场就像一个充满魔力的游戏场，每笔交易都像一次冒险，即使亏损也让人期待下一把翻盘。这种机制与赌博心理如出一辙。更关键的是，交易给人虚幻的掌控感，在这个看似公平的数字世界里，每个人都自信能靠聪明才智取胜，却往往忽略了市场的残酷本质。想要在市场中保持清醒，必须认清3点。第一，认清交易的本质是概率游戏。第二，建立科学的交易纪律。第三，保持多元化的收入来源。记住，交易市场最可怕的不是亏损，而是让人沉迷其中却浑然不觉。保持理性，才能守住财富与人生。